我也不知道咋回事，這饭量变这么大，就感觉肚子总饿的。你就不要再东讲西讲了，他是养着吧？一切为了孩子，孕妇需无条件配合，这标语写得多清晰，我觉得没有任何问题。无条件配合，这说的就有問題。文案最重要的是客戶的情感共鳴，而不是單方面的下指令。那你說該怎麼辦？比如，你的每一次感受都至關重要，我們在此聆聽，核心是共鳴，是並肩作戰，而非上下級的下命令。可是我們說得很好。用需求代替服從，既尊重了孕婦的意願，又體現了醫療關懷，這才是高級的溝通方式。就按這位先生的意向去調整吧。好的。你好，我是戴雲，天穹生物科技的負責人。我們正在尋找對市場有敏銳洞察力的廣告策劃。我覺得你的才華在這閒聊有點可惜啊。謝謝，我會好好考慮的。期待你的加入。苗苗，我不能再這樣下去了。兄弟，你這想法很危險啊！那蔣博士每天好吃的好喝的給你供着，你非要回去打工當牛馬，圖啥呀？我需要工作，感覺我還是一個有獨立人格的人。那關鍵是，蔣博士會讓你出去工作嗎？收支沒錯啊，但為什麼顏色沒有達到預期呢？鹽3克，味精3克。蔣博士。你這是又在研究什麼新的項目呢？哦，你現在急需營養，攝入優質蛋白是非常必要的。要不再做一份吧？不用。鹹了，哦，我下次把鹽的範圍縮小到0.2克。不鹹不鹹，很好吃。蔣博士，有件事情我想跟你商量一下。你說。我今天看到一個公司在招廣告策劃。你也知道那是我的老本行，我就是覺得我得找點事兒做，我最起碼有個工作。但是你放心，我一定不會影響到他，我一定不會讓他有什麼不好的事情發生的，我會保護好他。上週買的，一會兒去試試吧。拿着。你早就準備好了？不合適可以去換，我去給你。
徐有伦，加油！拿下工作，赚钱回。拿下工作，赚钱。许先生，你列的项目履历很丰富，但我们好像都没有听过。许先生，有个实际的问题，您现在的身体状况能够承受策划岗位的强度吗？我们的项目节奏快，熬夜、加班、赶方案是常有的事儿。你的身体应该承受不了这强度吧？我们是需要对市场窗口和团队效率负责任的。孕妇需要静养，我们公司现在可能不需要这一类特殊人群。我觉得这并不冲突。一个专业的职场人是能够高效地分配自己的精力的。请各位放心，我一定不会耽误我们的项目进度。好，那如果我们现在推出一款针对孕妇的足浴粉，请你给我一个核心宣传概念。每天10分钟，做回步履轻盈的自己，用做回唤醒孕前轻松自如的身体记忆，来抵挡当下步履沉重的挫败感。10分钟解决尝试的门槛，而轻盈则直击客户的痛点。我们卖的不是足浴粉，而是每天一段专属的迈向轻松的仪式感。很好，许先生，现在可以去办理入职了。谢谢马总，去吧。许先生，欢迎加入天穹。戴博士特意交代我要关注你，看来你很不一般啊。许先生，您的工位在这里。谢谢。许游轮，大展宏图吧！我们是不是在哪里见过？你怎么这么眼熟？可能我长得像大众脸吧，好多新同事都这么说。不对 Boys help boys， 我想起来了。Boys help boys。啥 boys？ 是什么新项目的代号吗？哦，可能是我真的记错了，不好意思。你好，我叫徐游伦，以后请多多关照。叫我凯文。